我今日非常榮幸能夠代表港鐵公司接受呢個品牌大獎地產住宅物業管理呢個殊榮。我哋近呢幾年積極推動數碼化管理旗下嘅物業，透過使用 AI 人工智能啦、物聯網、流動應用程式同埋 VR 訓練技術等先進嘅技術，提升服務嘅質素同埋管理嘅效率。我哋更加秉承住公司嘅理念，係沒有最安全，只有更安全，不斷完善我哋管理嘅體系。我哋更加高度重視網絡同埋系統嘅安全，因為咁樣先可以全面保障住戶嘅私隱。今日呢一份嘅認可，肯定咗我哋物業管理團隊嘅努力。我哋將會繼續打造更安全、更優質同埋更智能嘅體驗俾我哋住戶。我衷心感謝香港互動事務商會以及大家對港鐵公司嘅支持，多謝晒。